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奇啊。話說咧，我尋日睇完一本書啊，睇完即刻好想同你哋分享啦。呢本書咧叫做《Passport to Magonia》意思係通往馬哥尼亞護照啦。呢本書嘅作者係Jack Vallée，佢本身係一個好勁嘅電腦科學家同埋天文物理學家，之前仲幫 NASA 做過研究。佢唔係嗰啲亂噏外星人嘅人，而係認真研究咗成千上萬宗 UFO 案例嘅專家。響1969年佢寫咗呢本書之後，呢本書就成為 UFO 研究界其中一本最經典、最受尊重嘅作品。我睇完之後先發現，原來我以前對 UFO 嘅理解可能全部都錯晒。點解我會咁講呢？試完呢本書入面 Vallée 最核心嘅論點係 UFO 現象根本唔係20世紀先有，而係由古至今一直存在。佢發現古時候人類見到奇怪嘅嘢就話係仙女啊、精靈啊、神靈啊或者飛龍啊，而家我哋就叫佢 UFO 或者外星飛船啊。但係其實呢啲現象嘅行為模式咧，幾百年嚟都好相似嘅。佢本書入邊咧好多例子，我同大家講兩個最經典嘅。第一個例子係中世紀歐洲好多精靈妖怪嘅故事，有人突然間消失咗幾日或者幾個鐘之後又出現翻，佢哋通常會話自己去過另一個奇妙世界，見到好多細細粒嘅精靈，時間感覺又錯晒。咁呢啲描述就同現代好多 UFO 綁架案例咧幾乎一模一樣。第二個例子係1917年葡萄牙花田महा事件，有成千上萬人見到天上出現一個發光嘅圓盤，好多人都覺得係聖母顯靈。但係 Vallée 認為咧，呢個現象同現代 UFO 報告嘅特徵好相似，發光啦、懸停啦、突然加速消失啦。Vallée 講咧，呢個現象就好似一個控制系統咁啦，每次出現都會着住當時社會最流行嘅外衣。中世紀就着仙女同精靈嘅衫，而家就着外星飛船嘅衫。佢仲提出咗一個好大膽嘅理論，就係 UFO 唔一定係外星人坐飛船嚟地球，而係可能係另一種更高維度或者非物質嘅智能，佢哋一直同人類互動緊。我睇到呢度真係起晒雞皮啊！原來世界比我哋想象中神秘好多。咁點解本書要叫 Passport to Magonia 呢？原來 Magonia 係中世紀歐洲傳說入邊一個雲上面嘅精靈王國。Vallée 咧就用咗呢個古老嘅名做書名，意思係話呢本書就好似一張特殊護照，可以帶我哋正式進入 Magonia 呢個神秘領域。當你拎住呢張護照入去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古人見到嘅仙女啦、精靈啦、神靈啦，同現代人見到嘅 UFO 同外星飛船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嘅。只不過唔同時代嘅人用唔同外衣包裝佢哋。呢本書唔單止教你認知 UFO，更加係打開一道門俾你用全新角度去睇呢個世界。最後同大家分享幾段我覺得最值得燒腦嘅內容啊。佢話 UFO 現象可能唔係外星人探訪地球，而係地球上一直存在嘅另一種意識形式。同埋話我哋一直以為自己係宇宙中心，其實可能只係更大故事入邊嘅一小部分啦。總括嚟講，呢本書我真係覺得你一定要睇。就算你平時唔係好信呢啲嘢，你睇完之後都會對世界有多一層想像，就好似 X-Files 講嘅 The Truth is out there 咁樣。你而家覺得咧，你有冇見過或者聽過身邊人講 UFO 事件啊？你相信係外星人定係另一種更古老嘅現象咧？歡迎你哋留言同我分享啊！我好想知大家嘅諗法。記住幫羊駝讀書，巴拉訂閱同埋開啟小鈴鐺。下集我會繼續同你哋分享更多古怪同有趣嘅話題。多謝你聽到最後，我哋下次見。